你哋好，歡迎大家去收睇做 N 的療癒星球頻道，多謝你哋嘅支持、訂閱、收看。今日咧係2026年嘅8月4號，就星期二，咁同大家去分享下啦。嗱，尋日我睇到一單新聞咧，就係關於的士啊，同一個嘅網約車啦，就嚟緊咧政府咧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一個嘅叫筆試咧，喺8月3號就推出嘅。咁想同大家去傾傾，因為咧聽講咧好多朋友啦就可能話以前嗰個嘅舊嘅筆試咧就係好難嘅喎，成百幾條題目嘅喎，咁亦都咧係你嗰個考試嗰個合格率咧又話好難考啊，成咁樣，咁想同大家去分享啊。嗱，大家唔知邊一位啦，嗱諗住係想去揸的士或者係一啲嘅咩網約車啦，咁都可以去留意呢一條嘅影片啊嚇。咁就開始講啦。睇到新聞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下。嗱，政府咧啱啱咧喺2026年咧8月3號咧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全新嘅的士網約車綜合筆試。以前咧舊制嗰個的士筆試咧總共係140條啊，好多嘅司機朋友咧都話啦難喎，同埋考試率咧都比較低啊嚇，即係可能要考幾次先合格。但係當然有人第一次已經係合格啦，咁而今次最新呢一個呢，就叫做綜合筆試，就精同簡嘅，淨係得65條嘅 MC 題、MC 選擇題。簡單講一講啦，有分甲部同乙部嘅。甲部呢，就係的士及網約車營運30條，係包括乜嘢呢？基本嘅載客服務知識啦、地方題啦、路線嘅規劃題啦。而乙部呢，就係叫做道路使用者守則，係有35條，係一啲嘅基本嘅交通嘅規則同埋一啲嘅安全嘅駕駛知識啦。咁陣間會講一講啲題目係點樣嘅。咁而且呢個45分鐘內呢，你要答啱65條呢，係必須要兩個部分同時合格嘅喎，即係甲部分啦，你要答中25條以上；乙部分呢，你要答中30條以上，係唔可以咧錯5條嘅嚇，唔可以錯5條，係唔可以錯5條嘅嚇。咁如果譬如你有一部分你答啱晒，另一部分錯6條嘅話，咁又係唔合格嘅。咁報名費呢，就係510蚊，510蚊。地點呢，就係呢個長沙灣政府合署2樓嚇，運輸處筆試中心，亦都可以揀繁體字、簡體字、英文。咁而家8月3號呢，就可以報名啦。咁呢一班嘅考生啦，第一批呢，就係9月中就可以考啦。咁亦都想講一講啦嚇，網約車同呢個的士啦。網約車咧，你就係絕對唔可以喺街上面隨便去車乘客嘅，因為咧乘客咧都係要用呢個手機 Apps 啦，你要揀你上車同埋落車嘅地方，亦都係計好咗個車費噶啦。咁佢同意咗，咁先會派個司機嚟接你嘅。如果你同意嘅話，咁同埋網約車咧，而家就係一個叫做走向呢個合法啦嚇，因為你今年你2026年咧，你推出咗呢個全新嘅綜合筆試嘛，就係配合咗呢個網約車嘅規範啊嚇，即係合法化呢個嘅政策啦嚇。咁未來呢，一啲嘅網約車嘅司機咧就必須咧就好似的士司機咁樣啦，又要通過政府一啲嘅筆試啊，又要你認可啊，政府認可啊，咁你有個牌咧你先 OK 嘅，同埋一啲嘅保險啊嚇，咁你先可以營運嘅嚇。咁啊想同大家去傾傾啦。咁你當然啦，你網約車咧就簡單嚟講啦，你唔可以喺條街度舉手我要截車㗎嚇，一定咧一定要用手機 Apps 去叫啦嚇，手機 Apps 去叫啦。咁同埋簡單講一講啦嚇，咁如果你考咗呢個全新呢一個嘅叫做咩綜合筆試呢，你同時咧都可以有2個行業去用嘅。第一個當然係揸的士啦，第二個就係網約車啦。咁同埋佢有一個3年嘅有效期嘅嚇，有效期嘅。咁你的士嘅話呢，你都要去申請呢個叫的士正式嘅駕駛執照。咁如果網約車嘅話呢，就係向運輸處去申請呢個叫網約車車輛駕駛許可證啊嚇，亦都要上一啲課程噶嚇，網約車司機職前課程啊嚇，咁亦都可以兩邊做嘅，兩邊做嘅。
咁當然啦呢樣嘢啦，就係咧，亦都要啦。你當然你要識揸車啦，係咪先？你都要去揸車噶啦，你都要有一個正式嘅車牌，你先可以申請噶嘛。咁你 P 牌又唔得噶喎，你要甩咗個 P 牌先噶喎，同埋你要滿21歲喎。你如果掛咗個 P 牌，你就唔可以申請噶啦。呢個你都要等1年啦1年啦。咁同埋咧，想講啦呢樣嘢啦，的士咧就可以做街客啦，亦都可以做呢個嘅網約車噶喎。亦都想講講嘅，咁有時我驚我講錯咁都可以。如果你哋有啲專業嘅意見，不妨去講不妨去講。咁同埋咧就係啦做啲乜嘢咧？了解下先。仲有就係 MC 題簡單啲啦同埋咧突然間我講一講嗰啲題目啦，其實都好鬼簡單，好簡單啊！最主要就係講呢一架車啦同埋咧就係話咧嗱，如果你係想做一個的士司機啦，你真係要租一架合規嘅的士噶嘛。咁如果你係想用自己嘅私家車咧去做網約車嘅話咧，你就要必須去運輸署去頭先都所講啦，你必須去運輸署咧去申請一個網約車車輛許可證。不過咧，政府咧而家目前咧對一啲嘅私家車嘅類型一啲嘅網約車咧，就好似係咪話有1萬個配額嘅上限啊？同埋嗰個車齡咧，車嘅年齡咧係唔可以超過12年嘅喎。係啦，咁同大家去分享下啦。咁咧，首先咧就係講一講嗰個叫做網約車，即係嗰個個題目啦。我都係新聞見到㗎，所以我同大家去分享下。嗱，駕駛時咧，前方咧最多係放幾多部嘅流動嘅電話咧？嗱，答案係2部2部唔可以多過2部可能有呢條問題問㗎。嗱，信和廣場喺邊度啊？銅鑼灣。嗱，修頓咧，大家知唔知邊度先？有得俾你揀嘅，即係佢有 A 係尖沙咀B 係太子，C 係灣仔，D 係香港仔。咁答案係乜嘢呢？大家知唔知？答案就係灣仔啦，灣仔修頓球場。嗱，咁亦都啦，簡單講講啦，路線嘅試題咁如果你西灣河嘉亨灣，你要去呢個旺角拔萃男書院，咁你正常你交通嘅情況下啦咁就點樣行係最好呢？又唔使話收一個叫做隧道收費先，隧道收費正常嘅交通，以及不需考慮收費隧道收費如適用嘅情況下，咁佢有得俾你揀嘅。有一個就話東區嘅海底隧道啦、觀塘道啦咁有一個就話咩中環咩灣仔繞道干諾道中西區喎。咁你諗下你係去西灣河嘅嘉亨灣去到灣仔拔萃南喎。咁有一個咧就話告士打道，跟住就經呢個紅磡海底隧道、公主道，咁真係呢個啦，係咪先？梗係呢個啦。咁另外啦，有一條嘅問題就係話荃灣熊貓酒店係咪？係咪叫熊貓悅來酒店去呢個上環嘅港澳碼頭，喺正常嘅交通情況下，邊一條嘅路線係最直接可行？ A 呢就叫做青葵公路、西九龍公路同埋西區海底隧道。 B 呢就係青衣南橋咩西九龍，哇呢度好複雜，咩青山公路第3呢就係咩龍翔道、竹園道、窩打老道、公主道。答案係 A 青葵公路西九龍公路同埋西區海底隧道。咁好啦，道路使用者守則啦咩當你經過水浸嘅街道咧，你應該點樣？A 咧就係閃動車頭燈警告迎面車輛。B 咧就係響號警告尾隨車輛C 咧就係立即試驗剎車系統嘅性能。咁當然係 C 啦，立即試驗剎車嘅系統嘅性能。嗱，同埋咧就仲有嘅
講一講先，仲有嘅，等下先啊。水浸啦，同埋話不准停車嘅標誌呢，其實係不准停車係咪有分時間啊？7點鐘朝頭早到午夜12點咯，即係如果動起不准泊車、不准停車啊嗰個標誌啊，個時間係幾點啊？A 呢就係7點至7點嚇，B 呢就係朝頭早7點至10點，跟住以及呢咩下晝4點至7點，跟住呢 C 呢就係7點至到午夜12點。答案係 C， 上晝7點至到午夜12點，即係嘅意思話不准停車個標誌係代表啲乜嘢？幾點至幾點係唔准喺呢度停車，唔係泊車啊，停車不准停車。同埋咧有一個三角形嘅嚇，咁啊有一個工人啦就喺度掘地嘅，咁嗰個咧就係可能咧嗰個地方咧就係工程人員啦，就要慢駛啦，同埋你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啦嚇，佢有個圖案嘅三角形嘅嚇咁樣嘅，咁就係先嗱呢一個圖案知唔知啊？大家？咁呢個圖案呢個答案係乜嘢呢？慢駛，前車與前車保持安全嘅距離，並提防在工地或附近工程人員及車輛會突然走近或者闖入行車線，呢個先係啱啊嚇！呢個先係啱啊嚇！記住啦，嗱，信和廣場喺銅鑼灣，修頓中心就喺灣仔，同埋駕駛即係架的士啊或者咩車啦嚇，前面都唔可以擺，最多擺2部嘅手提電話喺前面啫嚇。咁今集咧就純粹傾到呢度，唔知對大家有冇咩幫助啦。咁就有啲咩路試題咧，都可以去翻運輸署嗰度留意翻一啲嘅使用者守則嘅試題去考嘅。咁就多謝晒你哋去收看啦。咁可能我講得唔好，甩甩咳咳，唔好介意啊。嗱，乙部分啦嚇，道路使用者守則嚇，咁甲部分呢，就有一啲嘅香港地方嘅認識同埋路線規劃嘅能力，咁都係同大家去傾啦嚇，就係呢兩部分啊嚇，9個字完成啊，大家努力啊，俾心機啊，係啊，俾心機，俾心機。咁唔知大家會唔會真係答中晒呢？咁啊成功啦！祝你哋第一次合格嗱，因為一次都要俾成510蚊費用㗎嚇，你考一次嘛，你俾費用係510蚊㗎嚇。咁今集就傾到呢度啦。咁可能我講得甩甩咳咳，唔係咁好，唔好介意啊嚇。咁多謝晒收看，拜拜。